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去年7月份，金门发现咱国内头一件牛结节症的案例。伫昨昏是传出咱台湾本岛伫新北市的南口，嘛发现确定病例，有8只牛去喂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暗是召开记者会，宣布政府要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农委会嘛强调讲，这款病毒敢若会喂互牛，袂去喂互人，所以牛奶、牛肉拢无食品安全的记录。牛结节症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记者会即将开始。农委会主委陈吉仲15号紧急开记者会，成立牛结节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陈吉仲担任指挥官。牛结节症是第一遍伫台湾本岛发现。新北市南口区的肉牛场有8只牛皮肤出现干皮发烧，确定是感染牛结节症。我们地序完之后，确认它是阳性的病毒，而且这个基因的这个地序100%的这个病毒跟中国的这个来自牛结疹的是一模一样的。牛若感染到就要扑杀。新北市动保署已经伫咧现场扑杀、随烧、随台消毒，防止病毒传开。连夜把它检验出来确诊之后呢，那这8只呢，我们也都在现场做了销毁掩埋的动作，那也做了全场的消毒。为了要避免其他的牛场也感染到，农委会公布5大措施，包括成立灾害应变中心，辅导牛场做好场内生物安全工作，做预防车，也佮加强全国12个牛的屠宰场，伫台进前甲台了拢爱做检查，希望业者配合。不过，农委会也甲民众讲，唔免担心，因为牛结节症袂传染予人。它不会对所有的，包括肉牛所生产的这一些的生鲜的牛肉或是肉干，以及所有乳牛泌奶的这一个牛奶，造成任何食品安全的疑虑。这个部分我要特别强调。伫台湾牛的产值正悬，肉牛场1197座。年牛场有560个，产值合起来是到140亿。苗栗以北地区的牛场会当伫3天内做好预防车，其他地区是以高风险的牛场优先。农委会希望甲业者责任把关，守护台湾牛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总统蔡英文昨早接见前美国参议员陶德的访问团。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头一届派团来咱台湾访问，嘛希望双方赶紧启动铁法贸易投资协定的对话。陶德是表示，伊家己甲咱台湾是老朋友啊，这届来台湾是受拜登的拜托，伊嘛强调台美关系会照拼照行。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资深访团。美国总统拜登的好朋友前美国参议员陶德带团来台湾访问，同齐来包括着2位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斯坦伯格。总统15接见因，表示讲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头一届派团来台湾访问，显示台美深化的友好关系。总统也提起到中国派军机军舰扰乱台湾，威胁区域和平稳定，台湾愿意甲美国这个国家同齐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我们看到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以及军机在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这不仅改变印太的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总统强调，台湾对认知战真有经验，台美会当延续合作对抗假消息。总统也讲，期待台美会当赶紧展开铁法对话。陶德伫说时阵，先对泰鲁格号事故哀悼，强调家己是台湾真侪年的好朋友。这届来台湾访问是拜登拜托的，再次声明对台美关系的承诺。And I can say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s stronger than ever. We share deep economic ties, a mutual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values, and a critically important security partnership. 阿米塔吉表示，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领导执政，对台湾拢是大力支持。面对中国不断扩张，也加战狼方式的外交，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是表示，中国是美国上界大威胁之一，是美国必须要头一个处理的。China is employ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demonstrate its growing strength and compel regional neighbors to acquiesce to Beijing's preferences, including its claims over disputed territory and assertions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海恩斯也示警，中国会持续对台湾施加压力，要走向统一，谴责美台扩大往来。伫南海是用空军、海军甲海警威胁东南亚国家，也用同款的方法伫对付日本。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正参议员陶德带团来咱台湾访问，中国就随公布讲，15至20这段时间，因咧伫南海附近的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咱国防部是表示讲，中国解放军的行踪，咱拢有掌握，民众会当放心。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8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美国总统拜登的好朋友，也就是前参议员陶德14带团访问台湾。中国军机15次上扰乱台湾，中国海事局嘛公布。14至17伫南海广东散尾海防做实弹射击演习以外，15至20伫离平湖230公里的南平岛附近的海域做实弹射击的演习，针对的气味是真高。国防部长邱国正15表示，中国的动态，国军拢有掌握，请民众放心。某个地方啊有禁航啊，这都是真货，但其他的话啊，我们都会持续注意，要有动作的话，我们会掌握。陶德的访问团，敢有美国军警甲军务人员做伙来。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备询的时阵有证实，不过尾手阁解嘴讲，敢若有 AIT 驻台人员做伙来。请问国防部，这一次美方有没有军政军务相关的人员随团过来？有 AIT 的，不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不是军职。那是谁 ？AIT 的陪同人员。AIT 的陪同人员。访问团到台湾的时阵，爱国者飞弹车组的微波雷达车，去用看到部署伫台地桥骹。国防部回回讲，是国军伫这片例行的训练，好人启动空空作战。不过面对中国的威胁愈来愈大，中科院长张忠成证实，有关后一代战机的研发，目前并上百亿预算的2个研发案进度正常，按算113年的结案。有2个研发案目前正在进行，目前包括整个设计，还有发动机的制造。进度都很正常。国台办14讲，中国的行动是干那针对台独分子，不是针对台湾的同胞。另外，因认为讲，台湾会欠水，是因为政府开济资金买军用设备，无咧要以水利基础设施。也那邱国正是反驳讲，这是中共认知作战的手路，不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略略减弱，日时温度会小可回升。咱来看温度。今日伫北部、东半部、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地暂雨，北部、东北部早较凉。那日时高温有25度至28度。明仔后日水气会搁较减，不过明仔后日东北季风又搁会略略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转凉，温度嘛会小可下降。另外，轻度的风台苏力基会继续增强，礼拜2到后礼拜1会回归咱台湾，东南边的外海往北行。对咱台湾是无影响，不过要解除咱台湾的可汗嘛无帮助。来关心高雄对这个月开始实施规工减少水压的升水措施。桥头有一大新的社区，对3月中开始水量就无啥稳定，最近是变甲完全拢无水通用。做水公司是表示，因为水压较低，所以伫水道水管压尾的所在，也是地势较悬的所在，水就拍袂起哩，所以已经有派水车冒设灌水站，互民众有水通用。高雄桥头社区大楼自号灌水行入电梯，也有人用车送。14尾暗开始，大楼自号发现水内底水变细，甚至无水，暗过无收到自来水公司停水的通知。桥头新市镇的这个加压站挂掉了，那台自来水公司这边在抢修中，所以要等这个加压站修好了，才会恢复正常的供水。13、14两天，高雄桥头新市镇有社区大楼传出无水通用，大家抢买水桶欠水，甚至到半暝还咧灌水。附近的透天社区搁较惨，半个月前供水都无稳定，13、14甚至只有半点钟有水。区公所赶紧到3港调水车供水。所半个月呢，足久啊，定定嘛停，即摆啊来一个啊，就搁停。住户这几天呢都会很紧张，一直到管理室去问说，大概是什么时候会给水，但是自来水公司那边没办法去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常给水。自来水公司15早起伫议会备询时表示，是因为减压造成公线尾或者是地势较悬的所在较无水。在高雄市有几个地方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在设这个加水站，还有这个水车来先做这个应应。进入红灯前一定会有一个先告知的时间，那我们也多久会告知？他问你说多久会告知的啊？至少10天前。
自来水公司表示，已经准备好加水站甲水车运行。水利局也表示，若高雄水情进入红灯，会提早向市民示警。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顶礼拜才甲厂商挂保证，必然桥头科学园区供水供电无问题。结果还未开始限水，附近桥头新市镇都因为减压供水后供水无稳定，互市长实在是真无面子。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东的早冬稻啊，对年初到担是分区的引产，地上是放水3天停3天，若地势较悬的所在已经无水通用，农民就去申请污水井。地上乡伫今年已经加50口新的水井，也毋过抽古井水也是无够引产。地上乡稻田水源主要挖靠新埔二溪，不过溪床为去年到即马水量无够，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站将厝内这水拢查来用来引产，并用轮灌的方式提供地上乡1600多公顷的稻田，引3天停3天。田里虽然有水，不过即马拄好是稻作抽水期，需要水分甲营养分，部分稻叶已经有冻黄的现象。农民是烦恼，一旦一直靠旱，再加上天气热，可能不利未来巴桂的成长，影响品质。如果万一起焚风的话，需要更多的水，或者是说它水在变成4天一次的话，那就会造成在运水上方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毋过有一寡农田因为地势较悬，又搁是灌溉水源的尾站无法度轮灌，连旧的地下水井也无水，农民只好家己申请乌搁较深的水井来用。今年地上乡增加40-50口新的水井，不过大家拢抽水，原来会抽无水。较早若抽2点钟，就会当饮9分地的田，即马抽1天，农民的电费开销要加出2000。现在不是，我早上8点就抽到下午3点。还是没有办法。今年呢，池上大概凿了40-50口井有，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农民呢，他耕作的面积比较宽。因为欠水引产，有少部分的农田已经出现大甲闭的情形，农民无想要增加污水井的开销，拍算放弃耕作，不过领无补助。希望政府会当注意到，淡薄因为欠水引产，被迫放弃耕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即马因为气候暖化，蚊子的产量有减。台东是咱东部上大产地，今年初有寒流，所以生果率有增加。也毋过因为靠旱，所以蚊子拢较细粒，咧采收无啥会好。农会即马是甲果农合作安排办蚊子的旅游行程，互民众家己办、家己加工，哪算哪体验。来看《苹果日报》，咱台湾上大间的外商银行、花旗银行来咱台湾57档啊！即摆是雄雄宣布讲要退出咱台湾在内13个国家的金融市场，目前也无讲时间表。银行是强调讲，目前的营运也是正常的，员工嘛未受有影响。目前市面上用花旗信用卡的有218万张，敢会受影响？大家嘛正关心。来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为着防止恶意的偷走税，昨昏伫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提出的税捐稽征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针对严重的偷走税个案，要来加重处罚。草案是新增加个人偷走税1000万以上，营利事业税5000万以上，要加重判刑，相当是判7年的有期徒刑，嘛定好上悬1亿的罚金。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一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印尼返来咱台湾一个5岁的台湾囡仔。另外，针对咱台湾在驻 AG 预防社医护人员拢无啥意愿无悬，因为有人讲有6派人自杀了后，感觉无爽快，也影响头路。所以医护团体即马是呼吁政府爱定出免扣薪水的预防社的疫苗卡，来增加医护人员驻预防社的意愿。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的个案，是长期住伫印尼未满5岁的本国籍查某囡仔。这位中心表示，伊伫3月2日就有家扫的镜头，伫印尼当地就医状况改善。28甲伊妈妈同齐来台湾，拢摕3日来检验是阴性的报告。不过妈妈伫4月初1确诊，因为查某囡仔伫隔离前甲伊妈妈接触时间较久，4月13隔离满前进行采检确诊。在今天确诊，那 CT 值是29。
那二采的 CT 值刚确好像是32左右。国内 AZ 疫苗为3月22日注到即马，医护人员注射意愿真低。这边管制署长周志豪再去往那带防疫人员伫网络直播注新冠疫苗，希望讲一旦鼓励人来注。心里还没准备，好像已经打好了。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注意好自己的健康。经过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全台湾累计注 AZ 疫苗人数是28465人，佫新增加12件疫苗注射了不良事件，不过拢无严重。不过医护团体表示，注完前2天感觉一疼比率达到68.7%，发烧超过38度占33.7%，有6%的医护因为注射了后无适应，影响到工作。初步估计至少600多人。呼吁政府应该定出合理、无靠薪水请假规范，才当提升各种人来注的意愿。其他的医院他们有可能会是可能隔天发烧，然后他们就是会自己吞退烧药，然后就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这样不用给薪的话，其实就是比扣半薪还要更不好的制度这样子。那我们觉得这样子其实是对医护人员在防疫期间其实是非常的不好的。指挥中心讲，疫苗注射假还佫伫研究，因为 AZ 疫苗较有人注，指挥中心要释放1万剂新冠疫苗自费予人注，21开始开放预约。未来呢，做过来有较侪疫苗抢牌，是毋是家己当选择咧？指挥中心讲，目前无即种的规划，预定 COVAX 下一批 AZ 疫苗伫6月15前会到，莫德纳疫苗是5月会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摆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39亿例，死亡人数有298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68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即摆伫日本是超过5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200万例，印度超过14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36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39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24万例。来关心印度，即马是全世界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若印度第2波的疫情阁压起来，过一日新的病例逐工拢咧创下新高。昨昏是新增加20万例，有1038人死亡。伫首都新德里已经加23间饭店改做病院，有增加2000多个病床，要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控制疫情。新德里的确定病例超过17000例，创下新高。新德里已经宣布讲，伫即个拜6礼拜要实施宵禁，禁止民众去餐厅食饭，大卖场嘛爱关门爱休困，体育馆、公共生活区间、礼堂嘛拢无开，也毋过火车头、病院、机场有照常，并无做关制。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15签署对俄罗斯的制裁，嘛甲一寡机关甲个人列做黑名单，而且赶走俄罗斯的外交官，嘛禁止美国的金融机关去买俄罗斯的国债。俄罗斯是表示，美国阿爸已经调遣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苏利文去问话。美国总统拜登15日在白宫甲记者讲，已经签署对俄罗斯的制裁令，来回应俄罗斯过去几多项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制裁内容包括制裁32个实体加个人，并且扣掉10位伫美国的俄罗斯外交官。美国财政部也发禁令，禁止美国金融机构6月14日购买俄罗斯的国债。拜登讲，伫伊当选了政权过渡期，掌握到俄罗斯的资讯公司 SolarWinds 对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发动大规模的骇客攻击。进前就讲，因会正详细检视所有资料。When we spoke again this week, I told them that we would shortly be responding in a measured and a proportionate way because we had concluded that they had interfered in the election and SolarWinds was totally out of the inappropriate. I was clear with President Putin that we could have gone further, but I chose not to do so. I chose to be proportionate. My bottom line is this: where there's an inte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work with Russia, we should and we will. Where Russia seeks to viol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respond. 北京方面讲，俄罗斯若是干扰美国的大选，一个提供赏金，叫塔利班武装分子提袭驻阿富汗的美军，也欺负乌克兰。俄罗斯才付出代价，对驻俄罗斯调解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苏利文表示不满。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целиком
лежит н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讲，美国上新的制裁对普廷加拜登可能举行的高峰会无帮助，因那高峰会敢办得成，也是由因两个人来决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昨是香港实施国安法了后头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政府拼死命咧宣传，要求学校一定爱举办升旗、爱唱国歌。香港警察学校学生嘛头一摆阅兵，公开表演步操。香港嘅中联办嘛甲话打甲真硬，讲未来伤害香港安全嘅行为，甲一寡外部嘅势力，香港一定会反制。香港政府实行香港版国安法9个月了后，15是头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政府大力宣传，嘛举办开幕典礼甲讲座。特首林郑月娥伫致辞的时阵讲，北京当局推动香港版国安法，甲改善香港选举制度，互社会恢复稳定。也若香港中联办主任陆惠玲是大真硬讲，未来对危害到香港安全的行为，甲外部势力拢会坚心来反制。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对一切横蛮干预香港事务、企图拿香港做棋子的外国和外部势力，该反制就坚決反制，讓他們留點教訓。動員全社會參與，切實提高香港市民嘅國家安全意識同埋守法意識。在香港教育局強烈建議之下，部分香港嘅學校嘛調集學生唱國歌、舉行升旗典禮，而且提供所在，讓學生答應支持國安法嘅心情。香港警察學院嘅學生演過表演，攏是英國式嘅步操。不過，喺國家安全教育日這天，頭一屆公開表演中國式嘅步操，唔但腳愛夾較懸，腳盤大力轉塗骹，行咧嘅手勢嘛為英國式嘅手心向前改做下骹，而且原底英語嘅口令嘛改做廣東話。咁啊，自從係香港國安法咧，舊年咧就係實施以嚟啦，咁我哋警隊嚴正執法，亦都係將唔少嘅危害國家安全嘅人咧係繩之於法嘅。不過，香港社民連等等4個成員為了抗議國家安全教育日，去街路發廢除國安惡法、釋放政治犯等等嘅口號，削去30幾個警察包圍起來甲驅離。也有陸委會發言人許水靜15表示，英國中國正在出現推展關定嘅意識形態，甲民眾洗腦、統一因嘅思想。目前這個政策嘛當在香港施行，相信社會各界自有評論。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日本首相菅義偉明仔載要甲美國總統拜登佇華府舉行峰會，單派嘅總統文在寅嘛確定5月份要去美國訪問。美國、日本、韓國東盟嘅辦事已經形成。來看英國嘅王室佇推特有公開一系列菲利普親王嘅相片，其中有一張是菲利普親王甲 Harry 王子嘅相片，外界就咧叫講，這敢是代表王室打算要接受 Harry 王子啊？來看美國嘅輝瑞藥廠昨昏時宣布建議講，民眾注2檔預防射了後，第6個月至12個月愛擱注第3檔，若了後，當年擱愛注1檔。鏡頭等下國內，咱來關心行政院證實講，行政院長蘇貞昌已經批准交通部長林佳龍嘅辭職，林佳龍會做到4月20。林佳龍是表示，在落任之前，會確保代替發生事故這個路段行車是安全無問題。若華府基金會張茂成立德魯固事故被害人輔助專案，要協助罹難者的家屬，也有受害者拍官司。向408次列車罹難國人行3公里義鞠躬。15下晡，在台北第一殯儀館舉辦德魯固自強號408車次事故罹難者的聯合公祭，總統蔡英文安慰罹難者的家屬，現場有家屬是哭甲，大家攏真悲傷。蔡英文帶領行政院長蘇貞昌、甲交通部長林佳龍去念香致意。林佳龍嘛一個一個安慰家屬，在公祭會場一直點到結束的時陣才離開，不過煞無要講請示核准的代誌。部長覺得就責就到你一個人就可以了嗎？謝謝，大家辛苦了哈，感謝大家。跟交通部的同仁說，行政院15證實，林佳龍堅心要請示，蘇貞昌嘛已經批准林佳龍的辭職批，會在4月20生效。那林部長跟院長講，他希望是4月20辭職生效。那院長跟總統都能理解林佳龍部長的決心，所以院長在昨天已在跟總統報告之後，
已经批了辞呈。林佳龙透过幕僚回应讲，伫卸任进前会甲事故收尾的工作处理好势，确保事故路段安全的认证，照顾罹难者的家属甲受伤的旅客，嘛建立代替解决筹备小组等等。林佳龙答应讲，会替代替司机员袁顺修甲助理司机员江派芳，争取国家上悬等级的护士。专事部审查了后，拢认定2个人死亡的原因符合法定最高等级的护士标准。内政部长徐国勇已经核定，会甲因请入去中律师。针对本事件的受害者，如果他要提刑事的告诉、民事的损害赔偿，乃至于国赔的事件，后续还有其他的必要的时候，法服会这边都可以免予资历的审查。德鲁固自强号的受害者是住伫全台湾无共管区，法律辅助基金会宣布成立德鲁固自强号败人事故被害人辅助专案，被害民众甲家属唔免审查财力，就会当得到法律的辅助，处理民事甲刑事的诉讼。记者综合报道。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今年有12个环保团体要去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内底嘛包括发起保护海草打公投的代表人潘忠正。伊是表示，伊会继续当面向总统表达天然气接收站爱煞离开大潭海草打。严格行政院是表示，有其他环保团体嘛有提出无共款的建议，亲像是甲这接收站做对外海气，这政府拢当得评估。大潭藻礁的保育，在今天和总统见过面之后，露出了曙光。去年6月份会见总统了后，潘忠正讲海草打有看到希望，结果开发案还是伫进行当中。潘忠正进无步退无路，袂手决定拼死提出公投案。想袂到连署伫要结束进前，下过公投成案的条件，无到1年的时间，就要伫世界地球日，佮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这个潘忠正加一个公投代表人的身份，伊想要表达的，也是希望会当保护海草打。我们会跟总统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地方呢，保留下来，对我们全球、对世代子孙呢，它的重要的意义。潘忠正坚持讲，第3天然气接收站都要离开大潭海草打，而且伊募到70万的连署书，希望互政府知影人民的意愿。也若行政院的态度虽然无大前硬，不过也是坚持第3天然气接收站无要刷走，嘛讲毋是所有的团团拢认同提出，正做唯一的方案。建议行政院会当评估其他的选项。环团跟政府相关部门有进行对焦的会议，那么我们的乐见其成。那么昨天也有部分的环团已经提出双赢的方案。发言人讲的是地球公民基金会等等13个环保团体，伫14下晡共同举办的海草打会议，伫类听证会甲听证会无啥可能会举行的情形之下，主动邀请专家学者甲官员来对话，希望会当理清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一个电源的开发者，我绝对会是一个明智利用者，或者是一个恶质的开发者。我只有这2种可能，我不会是一个100%的环境保护者。经济部处长詹文生一向是做甲环团沟通或者是制造第一线的官员，伊讲伊毋是100%环境的保护者。那安尼，伊要安怎面对环团期待第3天然气接收站100%退出大潭海草打等等的诉求？也若环保团体早就讲过，因已经无退路。那政府敢若愿意退让到这个坎站，应该会当继续替民意发声，伫公投的时阵来拼输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金埔伫拜2时发生枪案，造成4个人受伤。警方已经抓到嫌犯，严格也有嫌犯在走路。这案件是引起各界关心，讲高雄的治安敢唔好。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高雄的治安唔是上歹的。那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伊会甲中央合作改善高雄的治安。警方破门一起，了后咧困的小破嫌犯，满岛的改造成枪支为嫌犯所在所在查到，就亲像一个小型兵工厂。起出枪械以及子弹，还有大批的制造工具等等，以及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在侦讯后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警方这几天大动作查出枪治平对象是因为13透早伫仁武发生枪击案，15早起，警察局长黄明昭宣布已经抓到5车5嫌犯，也包括抓到疑似主嫌的2名诈抢嫌犯，也有2人在逃。这案件也和高雄治安个引起关注。台湾在查缉手枪这个部分是现在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还要大家不管是各县市政府跟中央，大家都要加紧合作。
市长陈其迈被问到治安问题面色沉重，伊强调会甲中央共同合作查解造成。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替高雄讲话。高雄的基本上治安也不是最坏的，那我想整体来看台湾的治安，在全世界的评比也应该是可以再让人相当放心。高雄为去年下半年局长换几啊下治安所无明显改善，即马一个半月内，佫发生2件枪击案，互警察局长黄明昭发出自处扫清，也引起地方民代不满。那政府无法度提出有效的改善方式，恐吓民心难安。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抓熊啊救保会，这是互农民头壳摸的烧农产品的运销嘛受拖累。行政院即马透过下部会协调，目前咱国内3大抓厂拢已经表示讲会全力配合，会大声提供互菜西农、果子农有抓熊啊通销货。产地新鲜蔬果需要以纸箱仔来运送到各市场，国内当年大约需要1.8亿个纸箱，不过最近纸箱仔需求大大增加，造成农用的短欠。可能冲击到农产品的品质，包括短期叶菜类像牛番茄、大冬啊、水果有往来、酸亚金少，拢面对着纸箱仔无够的困境。初步统计，全国有16间共同运销农民团体有短欠的情形，大约占整体2-3成。它没有办法一次预购一些纸箱去储存，所以它会产生这些短时间的一些高强度的这些压力。为此，行政院13号邀集经济部、农委会、甲纸企工会、有永丰宜、正良、有永成等3大纸厂来研商。纸厂当期全力配合，优先提供农业蔬果纸箱。农委会嘛会担任平台协调供应，逐礼拜固定对纸厂直接提出偌济需求量。预计是每一个礼拜5会提交给3大纸厂，那由他们来优先制作。农委会嘛协调各大的农民团体，针对无同的蔬果提出公办用的纸箱仔规格，希望会当加紧纸箱仔生产速度甲供应。农民甲家己去打家己品牌的 logo。记者林桂俊林台北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去台中公车的丁寮里。社区时代算乐器是算乌克丽丽，伊嘛结合台语的七字啊念 rap 来小解地方，嘛甲因过丁寮这个所在故事搬做舞台剧。手拎也乌克丽丽，哪弹哪唱歌，毋过上细甲听，这阵社区的长辈是唱台语的七字四句联来小解因的家乡。我自己也超喜欢这个文化的啊，要勤要。每天练，每天练，按这个真的很痛的。可是也是不错的 idea 啦。很好，很好。发展的基础是要用先来介绍咱丁寮里，所以我用甲丁寮里简单用一7句甲写一7字啊啦。这是台中5车的丁寮里，社区的中青学馆，若甲这的长辈弹乌克丽丽甲唱歌，嘛结合着用地方英国出版的册所改编的舞台剧，带这的长辈做回来演出渔村的故事。对阮来讲的是，阮这年纪会当来有这哦，以前少年的时阵、细的时阵，迄个状况，讲咱咧讲的话。一寡古早就听话，甲念7字，这个7字啊，我们老师把它编剧，变成一个创作剧，让大家活泼风趣。我们台南艺术大学一个叫石敬奇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将我们这个2期里的创作剧快档很快的在我们这个社区来呈现。虽然这的长辈爱投入真侪时间甲气力来学习新的歌曲甲乐器，又搁爱一步一步来排练舞台剧，不过因也真欢喜，会当食甲老学甲老，嘛会当结合因的母语，互愈侪外地人甲时势了解到本土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份，台南山上国小的学生囡仔正寒节，即马已经通收成啊。所以学校专教区公所做伙举办士农教育控油烘寒节，甲激情的加起来有影加较甜。大人囡仔无用咧学寒节，佮有控油，这是台南山上国校和区公所做伙举办的士农教育活动，民众也讲一寡控油的撇步。我想这个就是展现我们在素养教学的方面。那另外家长的话，就是回味他小时候控窑的这样的乐趣。要我有技巧，你爱先大地爱做底，细地较豆豆收起来，无你无大地做底，你全部拢做细地的话吼，你到顶悬会做搞绑起。
这个番薯是去年10月囡仔家己种的，经过半冬的用心照顾，大家总算是会使来享受成果。让小朋友跟家长有一个亲子活动以外呢，也让他们知道说农人在耕种的辛苦更要珍惜我们每天可以吃的食物。三重区长是表示讲，这个活动也教囡仔爱定时食米。三重区公所和国校透过举办食农教育的体验，除了解学生做餐的技术，也培养亲子的感情，实在是有食阁有力。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关心，为着要保存咱台湾原住民语言，国内有台雅语甲赛德克语的研究团队拍拼在建立族语的思维。经过6冬的时间，伫今年3月份已经顺利摕到认可，得做维基百科语言列，嘛正做全世界1000多种南岛语言当中第32个甲第33个，即马放伫维基百科线顶的语言。用泰雅族传统古调的精彩演出，互咱了解到保存文化的重要性。为了保存台湾原住民族语言，互族语会当列入国际维基百科的语言内底。国内有泰雅语以及赛德克语的研究团队，无暝无日建立族语条目。经过6年多努力，泰雅语会建立2400外的条目，赛德克语原有上千笔的条目，达到维基百科认可的数量。总算伫今年3月顺利列入维基百科的语言列中。15向国人报告这个好消息，把我们自己这个泰雅族语推广出去，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我们的祖先的语言已经被世界看见了。今后呢，我们还会再继续的编辑下去。实际上，世界上有1257种南岛语言，台湾原住民16族语言当中，沙奇莱雅族语已经伫2019年列入维基百科的语言内，成为头一个列入的台湾原住民语，也甲第29个列入去的南岛语言。泰雅语甲赛德克语是第32甲第33个。维基百科有一句话叫做“不活跃就下线”。沙奇莱雅已经经过1年多的考验。我们今天又多了2个语言要上线了，也人们要记住这一句话。这项原住民语言建立计划有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让世界人拢能看到台湾文化的多元性。目前阿美族语的研究团队正加紧建立族语条目的脚步，也希望赶紧会当得到维基百科认可，成为台湾第4个列入维基百科的族语。记者综合报道。语言就是一种文化。伫嘉义市有一群新住民利用暗时食饭饱，伫国校认捌台湾的文化甲文字。其中伫嘉义的台东国小的捌字班已经办20冬协助济新住民伫台湾甲他乡变故乡。上课进前先招大家来跳舞。台东国小的新住民捌字班上课内容真趣味，阁有人上课已经上了20冬。读书可以，艺术蛮轻松的，老师也跟那个同学也的很新鲜，很好。最主要是提供说我们这些新住民朋友能够很快融入台湾的一个社会，那来这边也可以交到一些好朋友，那对家庭也是有一个正向的影响。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人数都不减反增。文字是生活甲认捌文化需要用到的工具，新住民本身甲家属拢感觉学了有进步。蘸料的时候不是都用一整颗的，这个就是大蒜。可以就是学到这个拼音，然后还有可以学台语。我其实是有进步了。他回家，我家人在讲什么，他其实会问我说，我家人是不是在说这样东西这样。上课老师表示。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过去因为较侪拢是劳动人口，所以厝内的人拢无支持因来上课。不过，即马社会风气的转变，这种情况已经改善真侪。新住民捌字班目前除了协助新住民累积识数、申请居留，嘛正做都市内底新住民互相关心聚会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即马咱全台湾的水情拢真暗，中南部一寡水库已经强要大底。新竹的北部有一间观音亭，一直拢有泉水，而且阁免费提供。最近因为欠水，愈来愈侪人来遮灌水。水库的水位看起来平静前搁较低欠水愈来愈严重，各地民众拢开始烦恼无水通用。没办法，那也是没办法，老天爷不下雨，我们也没办法
才有效果。水道头全开，民众赶紧接水管对桶仔内底注水，边仔阁有几啊个桶仔摆咧等。新德关北部这间庙寺，过去以来就一直有提供山泉水，予在地民众用来泡茶。即马拄着欠水，来这边滴水的民众愈来愈多。这里水泡的茶比较香，比较甜。外地人比较不知道，都是都当地人才知道。来骑水的大致上都是白天啦，现在连晚上都很多人来骑水，都这样子，早上3、4点啊，昨天大概11、2点，也都还很多人来。水情紧张，庙方欢迎大家来这免费滴水当去用，毋过嘛提醒民众，山泉水虽然讲啉起来甘甜，使用之前嘛是爱先香滚才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北市交通局对2019年开始，有伫13个路口的车辆顶到 AI 设备。若是侦测到一个过路人也咧行，也未过，就会增加过路人这边车顶的时间。今年又搁增加电子看板，若是有过路人从红灯，卖提出警告。车顶一个光，大家就来过马路。这个秒数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有够，但是对时大也是讲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讲，可能就赶袂赴。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台北市交通局对2019年开始，伫13个路口装 AI 设备。若是侦测到有人伫车顶时间结束进前赶袂赴到，就会增加时间。今年搁再加上 CMS 电子看板，若是侦测到有人弄红灯，就会发出警告。是觉得有点短，可是要几秒钟才是算比较正常，就没有特别去想研究啦。一般是路若较大条的秒数咧，要较长一下安尼啦。本来就有装设 AI 设备去侦测，知道有没有行人跟行车，然后来调整绿灯秒数。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示范增加一个 CMS 的系统，然后透过既有的 AI 设备，去侦测行人有没有闯红灯的行为。根据交通局的统计，设置 CMS 进前，平均每天有45.7件行路的人违规。设置 CMS 了后，违规的件数降低到22.8件，是减少50%的违规事件。感应信号这我们4年会预计装设38处啦，会观察到8月的整个执行的成效。那如果成效都一直都良好的话，我们就是也会在就是这几个路口看也会再增加。交通局表示，把所在若是设伫咧路中央，就较接出现民众弄红灯的行为。这套 CMS 系统的成效会观察到8月，若是成效袂歹，就按算设伫咧这种所在，提升路口的安全。记者郭碧坤、郑派文台北报道。台基本看榜来看，咱台湾有网界画家，摕咱台湾4大奇案之一的单手牛来创作。本册院即马嘛甲这个作品用台语配音，加上有声音的红仔册，带民众了解咱台湾在地故事。红仔册手牛是府城3大奇案的其中一案。故事背景发生伫200年前，一位无田脚的少女所发生的神秘故事，内容也写出清代台湾女性的悲欢甲哀愁。负责台语心定的郑顺聪老师表示，要安怎将红仔册理路翻做台语，其实无遐尔简单。内面讲到一寡翁姨啊，还是讲先生做法咧，使讲这个物件，这个事较难。我尽量做一寡研究，就把这做办事的这个事拢甲藏入去。包含有一寡伊的，就是较轻省，就是较古早迄种几啊个的故事嘛，甲写字。成哥，你敢无要来问？我会晓读书写字，一定有法度来套三工。若会晓写字，代志就轻松啊。除了需要抓到台湾话精神，手牛的音乐制作时间设定也真重要。无共时代拍铁的技术无共，也影响乐器的声音。负责整体音乐制作的歌子何讲，这个时阵就要靠经验来判断。锣把啦吼，你看京剧甲川剧音的都无共，吼，川剧的可能就拍起来较脆，迄声音较脆较短。声音较低啊，因为因的迄把乐器吼，拍铁啊时阵就拍较薄，拍较长。这边的红仔册有啥计划？除了互台语出现新的表演模式，参与的制作乐团、音乐工作者嘛感觉真趣味。
和台湾本土的语言音乐创作，参红仔册作品出现精彩结合。除了小牛以外，还有其他各部台湾本土的红仔册参与优胜计划，希望透过下届合作，和台湾红仔册有这种表现的可能性。记者杨淑晴、夏桂林台北报道。巴黎圣母院导火烧了后，到昨昏大火满2栋。法国总统马克龙有专工去现场了解修复的进度。法国即马是定出要伫2024年，让圣母院重新对外开放。不过，这个目标敢有法度准时完成，目前挑战也真大。有850年历史的法国巴黎圣母院，2019年4月15发生火灾，造成建筑主体尖塔倒去，有部分的厝顶嘛落去。经过2年的修复，圣母院现场即马看起来也是像工地同款，厝顶的破孔是规个乌啷啷看现现。维修人员当要搭一个大型的杂货坪来保护这个高迪式建筑物，还有石头的雕刻。伫教堂内底，火灾造成的损害，还有伫涂骹，四界拢会当看到导火的尖塔落落来了后的痕迹。虽然圣母院内底一寡真珍贵的作品，加在有闪过指甲保存落来，亲像这片真有名13世纪的玫瑰玻璃窗，伫教堂的厝顶也是有崩落的危险性。We're providing relief for the cathedral, giving it crutches, support, because there are many weaknesses. 圣母院整修的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开1亿6500万的欧元。伫火灾发生了后无几天，总统马克龙就对外大行坎告保证讲，会伫5年以内，甲中间的工程做好了。2年的时间过去啊，现场的工课主要也是伫做确保建筑物安全，包括清理厝顶、甲尖塔导火了后，产生有毒的物质源等等的工课。上主要中间的工程根本就还未开始。事实上，因为欠缺详细的计划，加上天气歹、甲新冠病毒疫情等等的因素，互圣母院中间工程的进度是袂输旧咧数共款。It is an extremely ambitious schedule, but we are still on course to reopen the cathedral to worshippers in 2024. It won't be completely finished, of course. There will still be work to do on the outside, notably the outside wall, and other work to finish. And above all, we have to finish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building, which will only be done this summer. Je peux dire aujourd'hui que la cathédrale est sauvée. Elle est bien sécurisée et que voilà, on peut maintenant faire les travaux, les grands travaux de restauration qui ne vont pas déséquilibrer l'ensemble du bâtiment. 要200个工人、技术人员，还有研究学者，当伫咧拍拼要互圣母院恢复往日啊辉煌的模样。现在这个遮尔大的工程，是收到位全球各地来的捐款，总金额有到8亿3300万的欧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俄罗斯有艺术家利用纸张来做雕塑，嘛鼓励民众来认捌这项材料，因转伫当地有设博物馆来展示作品。即马博物馆已经开到第2间啊哦，第2间的博物馆就设伫总统普廷的故乡圣彼得堡。伫博物馆内面，镜顶有真侪红仔，画真古锥，为表情真惊人。这是俄罗斯圣彼得堡今年2月初开放的纸张博物馆。内面所有展览品拢是纸糊的。Самый выдающийся, конечно, наш дракон Кузьма. Дети очень любят его, любят с ним 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ся, трогать его зубки, засовывать ручки в пасть. Они думают, что он волшебный, но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так и есть. У него такие огромные крылья, он может куда-нибудь улететь. 这间纸张博物馆是由2位夏诺夫格罗德奇的雕塑家加艺术家萨西娜加古鲁贝华最近创立。因讲纸张是捏做各种艺术品造型的上好的材料，也唔惊人磕，正适合互拄的人伫咧创作时阵的材料。Я около 10 лет занимаюсь папье-маше. Я перепробовала и глину, и полимерную глину, и мне как-то никак не нравился. И потом я попробовала папье-маше. До этого у меня был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как у всех, что папье-маше это какие-то там тарелочки, вазочки, ну что такое несерьезное. А когда я узнала, что такое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апье-маше, я,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загорелась, и мне захотелось, и у меня получилось. 因为要制作纸张艺术品，只要真简单的工具，所以2位创办人也伫咧博物馆内面开 DIY 的课程，教游客做纸糊的红仔，用糊仔加纸塑造出作品的造型了，搁放个搭，再搁画色。打塑的过程若是使用机器，一般只要3天左右。Она высохнет, она, во-первых, станет легкая, прочная и уже готовая к окрашиванию. Это уже второй этап, который будет, это тонирование, окрашивание и прочее. Такая вот уж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ая работа. 这是俄罗斯国内第2间纸浆博物馆，第1间2018年伫夏洛夫哥罗德市开幕。沙希娜加吉鲁贝娃希望博物馆会让更加侪人对纸浆艺术品有兴趣。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咱台湾囡仔真幸福，会当去学校上课。受疫情影响，全世界有真侪囡仔拢踮伫厝内、伫线顶上课，身心加减拢会受影响。毋过伫北部意大利的北部有一个小学4年的查某囡仔，是对伊的老爸去山顶赶羊仔，逐工拢伫草坡啊用电脑伫山顶上课。就袂输是瑞士真出名的小说《小天才海底》的生活版，互伊的老师甲同学拢真欣赏。逐工早起，10岁查某囡仔费亚美塔排粉红色的册包去读册，虽然甲其他同学共款透过电脑荧幕远距上课，毋过伊的学习环境是一片的山坡地，一道一椅一台笔电，用好买手机啊连网络，身躯边是放羊仔人爸爸所照顾350只的山羊，环境就亲像瑞士人气小说《小天才海底》的翻版。Riesco a concentrarmi qualche volta quando c'è la pausa, faccio vedere un po' i miei compagni, le maestre, un po' i capretti, un po' le capre, muovo un po' il computer per fargli vedere il posto perché sono tutti di città ormai. 毋过放羊的生活也无轻松，逐工透早4点半，同学要伫困梦当中，伊就爱起床甲爸爸斗阵去买大草，照顾细只羊仔。毋过因捌化苦，也知影学习进度已经落伫后边，应该爱等学校上课时阵，也是爱转去。风城对教育影响真大，真侪父母无法度伫厝内底工作，为照顾囡仔只好时节，网络甲硬体设备也影响学习效果。费亚美塔案例引起真侪关心，一礼拜了后，地方政府为伊送全新的电脑甲路由器，互伊伫上好条件之下上课。Questo la gente di montagna di adattarsi alle situazioni. Loro non hanno fatto altro che questo. 费塔美亚定秀伫山顶甲羊仔做伙日子，希望大汉人继续伫山内自然的环境工作。Voglio stare chiusa in un ufficio, più bello aria. Allora vorrei fare la foresta a cavallo, molto bello.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季风有略略啊减弱，日时是温度会回升，高温有25度至28度。若明仔载后日水气会较减，毋过伫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转凉，温度又会下降。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是14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祝您顺心，咱再会。